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主日的时间。感谢神，在过去2个月来，我们经历了一场特别的旅程，很难得的。虽然这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都有机会在家中跟我们的家人一起在线上来敬拜我们的神。这大概在我们过去都没有想象到的。但今天也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的线上礼拜，因为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即将恢复实体的聚会，当然是要配合整个防疫中心的指引。弟兄姐妹可以在参阅教会的相关消息。但因为今天是最后一次的线上礼拜，我们期待是最后一次的线上礼拜，让我们有机会之后都能够用实体来到教会敬拜我们的神。因为今天是最后一次，所以传道要邀请大家把这个特别的时刻记录下来。每一次我邀请的时候，都会请大家跟我一起 high five， 对不对？那个不只是一个打招呼，更重要的是，在我们透过荧幕前彼此的这样 high five 的动作，其实我们形成了一个祷告的手。不论是在现场还是在你的家中，我们都借着这个手势，我们一起可以有一个彼此祈祷的时间。所以这时候我要鼓励大家，如果你正在线上，你可以跟我的手一起 high five。更重要的是形成一个祷告的手，因为我们在这段时间呢，我们是用祷告一起来度过的。你可以把这个图拍照下来，然后传到你所处在我们世营教会的各个群组当中，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又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用祷告一起经历；在今天的主日早晨，我们一样要用祷告来一起敬拜上帝。最后10秒钟，让大家赶快拍照，然后你可以上传到群组里，告诉大家我们要来礼拜咯。跟你的家人也说，赶快截图，赶快拍照，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满心的感谢，因为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即将要迎来又一次新的启动。天父，过去这2个月来，我们实在经历了一场很特别的旅程。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敬拜你，是可以有这样一个新的方式，
使我们在这个新的礼拜方式里，体会到那拜父的，既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乃是每一个用心灵和诚实，用真理和真实来遇见你的地方。在那里，我们用这样的心来敬拜你。因此，父神在我们的家中也成了一个礼拜的场所。用心灵和诚实来遇见你的，就成为你临在的所在。天父，因此我们也感谢你，在过去这2个月来，你让我们操练什么叫做心灵和诚实，什么叫做清心的人得以见主。你使我们安静下来，让我们从那些过去纷扰我们的生活当中停下脚步。过去我们常常用许多紧急的事情、忙碌的事情来推脱，我们总是在处理那些紧急的事。但感谢神，过去2个月，你让我们从这些纷扰里安静，让我们重新面对什么是生命中更重要的事，就是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与家人的关系，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我们与环境的关系。你叫我们没有借口，乃是就在这一段我们必须安静的过程当中，扫除那些干扰我们与你连结的事物。你让我们必须得好好来面对我们的家人，以至于我们真能够清楚明白，生命当中我们不是总在处理紧急的事，乃是必须要好好建造重要的事。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过去2个月，你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如此面对着。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深刻的感受到，感谢有人为我们预备3餐，感谢有一个能够让我们遮风避雨的地方。当我们哪里都去不了的时候，感谢神，我们终究有一个家里可以回去，成为我们的遮风避雨，也成为我们陪伴的最终的一个港湾。求神，你真的让我们能够学习珍惜这些事，使我们在面对我们彼此，不再用过去的方式，乃是我们学习用更多的祷告，用更多的彼此忍耐，用更多的彼此以爱相待，来经营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过去2个月，我们仍然有你的同在跟保守，以至于我们看见世界还是如此的运转。因此，面对即将要来到的解封，我们可能心中有许多的盘算，有许多的计划。上主，就求你让我们也学习持续走在你的心意中，让我们不是走在自己的计划里，而是我们经过了这2个月，学会更多的聆听你的声音，使我们的每一步继续有上帝你的祝福，让我们不是失落了我们这2个月所学习的功课，而是帮助我们面对全新的可能，我们也带着全新的自己。主，不论我们这2个月是怎么样的过程，求你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炼净我们生命的时刻，以至于我们也愿意重新立志，并且决定用新的心和新的灵持续来跟随你。天父，叫你的圣灵不要离开我们。当我们有机会要面对新的开始的时候，恩主，你帮助我们不再是用过去的自己来面对，乃是用全新的生命，用你的圣灵来陪伴帮助，使我们走的每一步真的合乎你的旨意。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与家人的关系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晓得，我们不是夸大其词说我们要改变世界，乃是我们真明白改变世界从改变我们自己开始。
只有从改变我们自己开始，改变我们面对周围的人，面对我们与你的那个方式，我们才有机会持续看到主你在这个世界要来恢复的秩序。主，我们也感谢你。当我们看到奥运正在举行，我们知道世界已逐渐开始学习适应怎么跟这个病毒相处，人们开始恢复生活，我们期待回到正常的一个步调中。但上主，求你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启动的时候，我们心中能够有更多的谨慎。我们不只聆听你，我们也聆听彼此，以至于我们在新的开始，我们都能够学习更多的互相担待，学习更多的互相帮助，让我们看见我们最大的敌人并不是我们彼此，乃是那看不见的死亡那个邪恶的力量，看不见的病毒就成为了我们的敌人。主，让我们学习更多的彼此合作，以至于我们回到实体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晓得我们互相需要，我们彼此是要成为一体，来面对新的开始。求神你赐福，在下个礼拜还有许多的考生，他们要预备考试，不只是大学指考，还有许多正在预备国家考试、资格考试的人，许多正在面对新的计划启动的人。主，在这些等待当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等待是有意义的，是让我们有更多的力量，晓得上帝持续掌权。即便病毒的威胁还是存在，但是当我们抬头看见天空的时候，我们仍然看到神你使云彩继续在天空，你使世界持续运作，你让太阳还是继续升起，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掌权中，因此我们心中就有极大的平安。天父帮助我们学习用真理来束腰，好叫我们预备好自己面对新的开始。不论是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的生活，不论是我们的教会，还是整个社会、国家，以至于到整个世界，我们都能够学习在新的开始里是走在上帝的心意中，让我们所行所说所为都能够符合你的旨意。恩主，求你赐福，让我们今天有可能会是我们最后一次在线上的敬拜，依然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不论是在教会还是在家庭。天父，让我们在此刻继续有圣灵你自己的工作，帮助我们不论在哪里，我们都学习用最真实的生命来面对你，朝见你。我们要再次为过去这2个月献上感谢，也为我们即将开始新的生活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恩主，求你赐福，让所有属你的百姓得享平安，也叫我们继续成为传扬那平安佳音的人。这个时候要邀请弟兄姐妹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时我们要来敬拜，我们要开口向主诉说我们的心意，开口向主歌唱，称颂主的名。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从早
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主以永远的爱爱我们，我们要来思想，要来回应，且要一生一生来跟随。夜晚我仍要歌唱，向你阐明我心意，敬拜化成一首歌，单单要唱给你听。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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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我唯一渴慕，以为你同在里。我唯一渴慕，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主，我们渴慕更深亲近你，我们渴慕更深爱你，因
因为你已先爱了我们。求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已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我求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刻苦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刻苦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唯一渴慕，以为你同在里。我唯一渴慕，一生跟随你。我唯一渴慕，以为你同在里。我唯一渴慕，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刻苦你心意，一生跟随你。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一生跟随你。虽然每个日子都充满主你美好的心意跟恩典，但是我们更盼望的是能够主已经为我们预备那永恒的美妙。主啊，谢谢你，在今天这个时刻，仍然让我们能够在线上与主亲近，再一次真实经历心灵诚实的敬拜是多么的美好。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上帝为我们在这个时刻仍然在线上可以彼此同心来敬拜。3天前，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从27号开始，我们台湾的疫情警戒降为第2级，但是室内的
的聚会仍然有一些规则，所以下礼拜8月1号，我们士林长老教会，我们就实体礼拜跟线上礼拜同时进行。我们真的是特别感谢上帝的恩待，让我们在士林长老教会的空间，除了这个礼拜堂，我们还有教育馆的教室、会堂，每个楼层我们会遵照规矩、遵照约束，来的全程戴口罩。在这样的一个防疫规定之下，我们盼望8月1号有弟兄姐妹能够在圣殿大家同心来敬拜。这2个月，我们听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实践，叫做滚动式管理。我们知道，在你看的计划中间，有一种叫滚动计划法，滚动的计划法，近、细、远、粗，很近的事情你要很细致的来计划，但是远的呢，有一个粗略的策略概况就好。那这样才能够让你做一种滚动式的一个管理。这个我们就听到指挥中心这几个月来会强调，因为疫情变化，有滚动式的管理。但是这个滚动式的管理呢，它必须在一个已经有的恒定、永恒的定律之下做对照，否则的话，滚动式的管理的远景、粗略的概况太模糊了，做不到。因此呢，必须在有恒定，而这是非常科学性、非常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无论是身体的恒定、大气的恒定。所以主上帝有说，我的话就跟雨水一样，降临在这个大地，滋润大地，滋润人心，不会再收回。这是上帝的恒定，他借着降雨来滋润这个土地，借着他的话语来饱足我们的心灵，他不会收回去，不会看世人不喜欢，不会看这个土地太干旱了没有用，他就收回去，不会。这是上帝的恒定。但是人呢，在这个中间要不断学习做调整，才能够真正经历到上帝的心意。就像耶利米书29章11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呼求我，向我祷告，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谢谢主，在过去这2个半月零接触监控时刻，我们能够有这样零距离的连结、敬拜、祷告。我们要领受上帝给我们真正是平安的意念，让我们的今天，让我们的明天，让我们的末后都有指望。因此，我们今天要一起借着这段的熟悉故事，来看到主上帝给我们的邀请。主耶稣告诉我们，给他们吃吧，告诉门徒，告诉你我说，你们给他们吃吧，给这世代的人，给需要的人，给你眼睛所看到周遭的人。这段经文我们选择用约翰6章1到14节。这些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有一大群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一大群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到哪里去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些话是要考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做。腓力回答他：就是200个银币的饼也不够给他们每人吃一点点。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子带着5个大麦饼和2条鱼，但是分给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大家坐下。那地方的草多，人就坐下。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
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坐着的人，也同样分了鱼，都照他们所要的来分。他们吃饱以后，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碎屑收拾起来，免得糟蹋了。”他们就把那5个大麦饼的碎屑，就是大家吃剩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人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上的先知。”这个真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他们看耶稣像一个先知。这个图画我特别选了这个，这是16世纪的一个图画。你会看到那边一群人，不管10个、8个，一群人，就像刚刚，如果我们看到马太、马可、路加，他甚至50个人一排，100个人一排，就是让他排列好，非常有规矩。这么多的人，这个故事今天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挑战。耶稣出来了，传上帝国的福音，教导他们。很重要的是他的行动，医治、帮助。所以在他的医治行动里面，或者说他所行的神迹里面，5饼2鱼是很特别的一个，有别于其他的神迹。其他的神迹都是个别性、个人性。我们看到一个最大的群体是10个麻风病人来，耶稣医治了他们，得医治了也很高兴回去，只有1个回来谢谢。我们看到耶稣行神迹，好像最大的群体在这个地方，但是5饼2鱼4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个是跟刚刚所提的个别性神迹不一样。第一个，场景特别大，想一想，男男女女超过1万个人，这么大的一个地方，1万多个人，而且大家这样疏散的坐，还可以让他们50个一组，50个一排。那你想想看，那个地方是多大？这么大的一个场景神迹的地方。第二个，在荒郊野地，你没办法做预备、做彩排，你的道具，你事先想到了，可能会有1万个人来，想一想，他们去哪里预备这些啊？而且是临时性的，没办法做排练、做彩排。第三个，现场的人不是来当观众，不是像现在有许多的秀，4个老师坐在台前，后面的观众几百上千人，然后舞台非常绚丽的舞台，表演者在那个地方，不是这样看表演，而是现场1万多个人都是演员，都是演出者，都碰触到了神迹饼鱼，让自己得饱。所以5饼2鱼有别于其他的神迹。我们要来看这个重点不在耶稣能够做多大的场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认为这个上帝连宇宙都创造出来了，这个场景对他来说算什么呢？是不是？如果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上帝的爱，我相信上帝创造万有，那这个场景算什么？对上帝而言。但是在这个故事中间，主耶稣邀请你我们一起进入现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句话很重要，说逾越节近了，逾越节近了。为什么这个节期近了会产生一些人群的变化？2000年前，绝大多数人住在自己的家、自己的乡镇、自己的群体里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论他是哪个行业，做渔夫的，特别在加利利附近的晒网的、捕网的、做生意的，他们到了傍晚就要赶快回去。2000年前没有电灯，所以这样来做他们的日常生活。但是逾越节近了就不一样了，许多敬虔敬畏的人，许多满怀期待的人，他就会出门了，
就好像我们这2个半月来期待解封一样，已经有人在做预备了。听说一些民宿、一些观光景点的门票都已经订满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期待，因为对犹太人来说，逾越节近了，解封，好像解封的时刻到了，所以他们会做2件事情，一个就是心情的预备，敬畏的心、敬虔的心；一个是实体的预备，要出远门，而且这趟远门出去，一定是超过1个礼拜。从加利利，我们看到最上面的这个蓝色，往南到了最下面，你会看到耶路撒冷。他们如果要往这个地方去的话，许多的人他们会走右边黄土色这里，过了约旦河东岸，来到了耶利哥这个地方，再过约旦河到耶路撒冷去。他们不会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所以在加利利那个地方附近有许多的部落城镇，照记载，那是上百个的部落城镇，大家开始要出门的人会集结，所以呢，右上角的加利利湖岸，我们会看到有山丘，有平原。原本只是工作的人，开始看到一些要出远门的人了。出远门的人有3样东西，他必须带着，就像我们今天出门，你会带着口罩，你会带着悠游卡，你带着手机，你其他的可能不会带。现在有人说连悠游卡也不要带了，因为手机就可以支付宝，如果可以支付的话，手机、口罩一定要带，家里钥匙都还不一定带。出远门的人，他们要带了一只拐杖，或者一只可以帮助他行走的。大人小孩他习惯带着一只杖子。第2件，他会背着一个包包，里面简单放2个大麦饼、小麦饼，或放一点水。第3个，他有一件大披风。白天30-40度好热，但是夜晚的时候降到10几度，那个成为你的遮盖。这3件，他们要出远门了，而且知道可能1-2个礼拜，他们要预备一下。逾越节近了，在加利利湖附近，这么多的部落开始看到人出来，而出来不是日出而作，日落回家，不是了，他们预备要走一段路。在这段路中间，当然彼此就会交换消息。以前到田里工作不会讲这么多话，这一趟要到耶路撒冷去，就会说了：哎，那个拿撒勒耶稣最近又做了什么嘞？这样的传闻就出来了。听到了，他让那个管会堂的女儿又复活了，他让那位血漏12年的妇女竟然得医治了，好多这样的故事出来。所以原本要集结往耶路撒冷走的人，他们不急。刚刚提到了，他们预备1-2个礼拜的时间，而且去到耶路撒冷的逾越节，我们知道是一个节期，3-5天的地方，这时间你在耶路撒冷，你待上2天3天没问题。所以，因为听说那个耶稣就在附近，他就在附近，许许多多的人就跟随了他。耽搁1天不会影响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个机会是我们看到今天经文的背景。原本非常平静的一个加利利湖附近的地方，逾越节近了，忽然动起来了。仍然有人找耶稣求医治、听教导。上个礼拜我们在马可福音所看到的，特别强调耶稣要教导他们，要教导他们。如果这样的话，众人一起群聚，就碰到了一个问题喽，吃饭的问题。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台语讲吃饭皇帝大，啊，吃饭的时候皇帝大，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人最基本的需要，最大的需要。连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马太福音6章11节都告诉我们说：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的息在哪里好管？
早期台湾的那个农村曲，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受苦无人问，行到田中远，为着过三顿。天还没亮就出去了，在田里面非常冷，尤其2、3月刚刚插秧的时候，那个时候非常冷。但是为了3餐，为了吃饭，这是生命最基本、最低层次，但是是最大的需求。马斯洛这位老师告诉我们，这个需求没得到满足，其他都不要讲。对，这是最基本，虽然它层次是最低，但是是最大的需求。主耶稣关心这个，基督教信仰关心这个，不会谈这个遥远的事情而已。更重要的是，今天如何经历到主上帝的疼爱跟自己的喂养。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需求，耶稣看一大群人，就对他的那位学生腓力说：“我们到哪里去买饼给这些人吃呢？”有没有看到生活周遭有人为了日用饮食在忧虑？耶稣看到，而且关心，并且行动。为什么他关心又行动呢？约翰福音特别记载说，耶稣知道自己怎么做，他只是要让学生出个考题呀。你们跟我那么久了，你们到底用什么方式来面对、来处理这件事情？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有看到吗？在过去这2个半月中间，我们有看到吗？生命中间最基本，虽然是最低层次的一个需求，可能弟兄姐妹大部分人没有这样的烦恼。我们听到了很多的妈妈、家庭主妇，哇，这2个月来天天要准备煮饭煮菜，但是我们在煮饭煮菜给自己的家人吃的时候，为了主耶稣来煮3餐，我们很喜乐。但是有没有像耶稣看到周遭有人有需要？有放无薪假北漂的青年信徒吗？有那些长辈自己在家怎么样都不能出门，怕的都不能出门，怎么样能够他在他的3餐有人送餐到7-Eleven去买，他怎么样得到除了肚子满足的一个关怀的满足？耶稣看到关心并且行动，这个行动不止行动，跟他的学生说：“你看这么多人，我们去哪里买饼给他们吃啊？”感谢主，腓力是非常的务实，他计算了一下说，纵使有200个银币，去哪里买？而且买来一人只能吃一点点。这2个学生的一个对照，刚好是我们今天一起学习。我们要很务实，但是我们也要有安德烈的单纯信心。他来到耶稣面前说：“这里有什么？”就是约翰福音特别的记载。后面我们知道那句话：这里有一个孩子拿了5个大麦饼，穷人在吃的大麦饼，2尾鱼，这里有。这是一种信心。疫情那么样的严峻，坦白说，没有一个基督徒说可以把这个病毒怎么处理，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有许多基督徒的专业，无论是在生计、在医学、在公共卫生这些，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给他们智慧。但是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知道怎么做，这里有什么。”除了像安德烈这种单纯信心，不是因为我看到一个小孩有5个饼、2尾鱼可以做什么，而是知道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我所有的可能不多，我所奉献的可能不多，但是我知道我是奉献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就会不一样。我们常不是这么说吗？什么叫神迹？你的信心跟上帝的行动配合起来。上帝是一直在行动的上帝，就像我们看到耶稣看到了他就行动。上帝是一个行动的上帝。
为什么他做了那么多动作，我们都看不到神迹？因为没有信心。信心加上上帝的行动，你就发现神迹不断。这是最大需求中间最真实的一个行动。所以感谢主，2个月前我们也教会有信徒姐妹也看到有一些关心，还特别奉献在我们教会的急难救助基金里面，关心北漂的信徒青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你的工作或者他的打工受影响，房租、伙食费、这个包括学贷等等，这些挑战都来了。我们像腓力那么务实，我们愿意奉献，纵使知道可能只是一点点，但是我们有安德烈的信心带到耶稣面前来。所以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2个功课。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马太、马可、路加说的。约翰的记载是耶稣跟腓力说。马太、马可、路加这3位圣徒，我们看他用狮子、用牛、用人来代表。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这3卷共同来观看的共观福音，有关5饼2鱼都是这句话。耶稣跟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如果我们去看他的字的对照，原本希腊文的说的“你们”的说到你们，特别强调你们自己给他们吃吧，好像耶稣不管这件事情。不是耶稣不管，耶稣说：“我带领你们那么久了，你们也得到装备了，得到培育训练了，现在是你们自己可以行动，你们该有的行动。我做我的部分，你们做你们的部分。你们要经历到信心跟上帝行动的结合。”我们这2个礼拜在上从怀疑到相信的培育课程。这个培育课程就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说：你们自己给那个福音朋友吃吧。不要每一次都带到传道那边去，每一次就带到牧师那边去说：“牧师啊，这高利哦，团队这个高利哦。”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耶稣说：“你们自己给他们吃吧。”你愿意吗？无论是在实际上身体的需要、肚子饱足的需要、生活费上面的需要，你们自己给他们吧。你们可以的。第2个。特别是心灵在这个时代，要不要打疫苗，真的是会害怕、不放心，都不出门了。你们给他吃吧，陪他祷告，把你所领受到圣经的话语，特别是在过去这4个礼拜，我们与金句有约，看到了以西结书第28章。你看第28章，接续好多的审判、斥责这样的话语，让人看了胆战心跳。28章最后那2节跑出来了，上帝要祝福以色列，给他们吃吧。第1个，自己要站出来，你要站出来，因为你知道，你是在上帝的行动里面，你得到了装备，你得到了培育，你得到了上帝给你的恩典。我们自己已经经历享受到家庭生活，在工作上是不是仍然得保守、得坚固？这个时候，耶稣说：“给他们吃吧。”尤其下礼拜8月1号，我们很可能可以有一些人可以会面，你仍然必须要在你平安的时候一起到教会来敬拜。如果有其他的需要，仍然在家线上，我们一样可以同时敬拜。但是重要的是，耶稣告诉你我。给他们吃吧。第2个功课，给他们吃吧。耶稣要告诉门徒，带领这些跟随者、这些粉丝看到的不只是哇，大家都吃饱了，而且约翰还特别记载，把那个5个大麦饼的零碎，还有那大众人吃了，把它收起来，因为一个大饼剥了以后，可能给人家另外半个放旁边，就没有剥出去了。好了，把这些都收拾起来，装了12个篮子。你看有多少人看到这个？看见，他们看到的神迹是什么？
10000个人吃完，竟然还有12个篮子的东西，这是人世间世人看到的神迹。但是你我，主耶稣告诉我们，给他们吃吧，不是要看到这12个篮子的剩下的食物而已，而是要看到主耶稣自己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干渴。”是的，门徒借着这一次的操练，他们知道耶稣是生命的粮。所以你看约翰福音6章接下去到35节，耶稣就跟门徒讲，跟众人讲，给他们吃吧，不只是给他们肉体的需要，更是要给他们灵魂心灵的需要，知道生命中间有耶稣基督，使我永远不饿，永远不干渴。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我们，耶稣的爱的关怀、爱的行动，真实在你里面。以弗所书3章这一段这么说：来，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在爱中生根立基，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为要使你们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为了要使你们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为了使你我，而且使我们给人他吃，给这个世代的人能够有上帝一切丰盛充满在我们中间，充满在他们中间。求主继续引导我们。虽然降为第2级，但是医生专家一直提醒我们，仍然要注意那个变种的病毒，所以出门一定要戴口罩。人聚集的时候要戴口罩，一个口罩等于1剂的疫苗，打了1个预防针。如果我们大家都在一起都戴了口罩，这不是绝对的，但是给我们多了一层很大的保障。大家都戴口罩，相当于打了1剂的疫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笼罩中间，我们知道我们在建立另外一种正常生活，而不是回到以前的正常生活。上帝带领我们进入一种正常新的生活，那种新的生活是什么？是有根有基，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所以给他们吃吧，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回应，在这个要解封降为2级的时刻，我们会有不同的行动出现，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每个今天都经历到你为我们所预备有根有基永恒基督的爱与我们同在。谢谢，谢谢主。而且你邀请拣选我们，告诉我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给这个世代，给社区的朋友，给需要的人，肉体的需要来服务他们，灵魂心灵的害怕惊恐更需要给他们真实的平安。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要用活出爱这首诗歌来回应，盼望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生命，能够向世界打开我们自己，回应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
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向这个世界活出耶稣基督的爱。许多弟兄姐妹关心事工，关心需要，所以你可以预备，已经2个半月了。相信弟兄姐妹在家，你每个礼拜每一次的感动的奉献，你就放在袋子。当可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一起献在主面前。也有弟兄姐妹直接拿到教会来，也有弟兄姐妹就直接用转账的方式。我们借着如此，看到耶稣的邀请，我们是可以回应的，给他们吃吧。盼望每一位在家里面，我们领受了恩典以后，而且是福杯满溢，满出来许多，可以成为周遭人的帮助。谢谢主，也让我们今天同心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们感谢你，这是生命最重要的功课。一方面，最基本，肚子得饱足，能够吃到饭。但是主啊，你的心太大了，你要大到让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能够进入在永恒生命中，让我们的心灵能得饱足。谢谢主，也让我们领受了这个奥秘的恩典，我们也愿意向这个时候、这个世代来宣扬、来分享，成为能够给他们吃饱的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默祷，第1堂礼拜带电乐之后结束。跟随的过程，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跟低谷，但我们仍要依靠神，奔跑不放弃。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第1堂礼拜到这边，祝福大家平安。